的地方，那个是像你自己哦，哈。好，我要盖下去喽。来。这是我的。这个，很快，过来，来。啊！好，好，轻压哦，要压一下，它才会粘在蛋糕上面，待会撕起来才会成功。压完之后呢，那一张透明的纸就可以撕起来了。店长姐姐呢，接下来做下一个动作，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如果还没画好，等下再继续画。接下来店长阿姨要把自强店的85度 C 配合咱的慈爱我相信一定有跟咱的血统咱就欢喜。虽然咱伫个慈爱家的血统有时候没有感觉到那种爱，但是我觉得社会的人间的爱是蛮有爱心的。谢谢。宝莹在这里也祝大家父亲节快乐。非常呢感谢我们伟鹏建设乡平教育中心的王执行长以及我们85度 C 彰化自强店的老板王董，在父亲节的前夕呢，提供乡平教育中心这么棒的场地，与慈爱教养院一起合办亲子讲座，然后蛋糕 DIY 来庆祝这个特别的节庆。谢谢大家，也非常支持这个活动，让大家一起增进亲子关系，然后了解小孩子如何成长，如何在欢乐的学习中呢，知道要感恩父母亲。所以父亲节前夕，祝福大家父亲节快乐，谢谢。谢谢我们85度 C，我们王董承和协办这次的活动。那我们其实承接彰化县政府这个儿童资源中心也已经10多年了，我们秉持着就是协助这些家长给他们必要的一些资源，让我们小朋友不管在教育上、在生活上都能够发展得更好。那这一次的活动也是很特别，我们用父亲节前夕的这样一个的期间来做一个蛋糕的一个制作的一个父亲节的爸爸的一个蛋糕比赛那让小朋友知道，就是除了母亲以外，父亲也是相当在家庭当中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色。也非常谢谢这次85度 C 这边所有的协助跟场地的赞助的部分。你要换口味吗？你今天换口味吗？好，你要换什么口味？换这个好啊，换这个口味。可以啊，你刚刚挤，用力。不要推。